你冇得走。點解咁肯定？牌喺我手，出牌。我哋唔會輸。睇你點贏我。我唔信出呢張牌，咁平嘅價錢，會冇企業唔中我計。幫我睇下 Instruction Girl 手上嘅究竟係咩牌？收到，開始做電腦分析程序。電腦分析結果，78% 係價錢，20% 係國際認證。威尼斯環保，貨真價實，有齊晒環保署嘅認證，國際 ISO 證書，根本就冇得輸。企業如果有太多報廢、文件或者硬碟要做處理，記得揾威尼斯環保嘅 Destruction Girls 啦。